美食是观光产业吸引旅客造访一座城市的特色之一。今年台南400、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头摆举办美食之都国际度假挑战赛，要用美食创意展现台南意象。那这个作品呢，是符合我们台南的元素，有台南的府城，还有我们台南的 logo， 然后希望我们把我们的果冻花可以推向全世界。这摆有4场主题赛事，选手要结合台南在地食材，创造出传统甲创意兼具的美食佳肴。佮由来自台湾、纽西兰、德国、日本、澳洲、马来西亚、香港、越南等国家的专家做评析。那这赛事当中呢，有像艺术类组，那艺术类里面有像蔬果雕啊，或果冻花等等。那还有就是现场烹饪的类组，就是说用在地的一些食材，当地的味道，然后呈现国际的摆盘，呈现台南从过去、现在到未来整个饮食文化的一个发展。除了传统美食，还有当代的很多的已经获得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这些美食之外，还有一些异国料理，那创意美食，我想都会在这一次的挑战赛当中，让大家可以耳目一新。比赛为今日开始到9月底开放报名，10月10日伫台南精英酒店开幕，连续4个礼拜拢有无同主题，欢迎各界参与好手来到台南展现独家。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。